你有冇諗過，其實我哋嘅財務狀況就好似我哋身體嘅健康一樣，需要定期檢查呢？就好似我哋會去做身體健康檢查，了解血壓、血糖、心跳等各項指數。財務方面都有一個信貸健康報告，可以幫我哋了解自己嘅財務狀況。而家市面上有好多信用卡優惠，仲有嗰啲快速貸款嘅廣告，真係好吸引人㗎。有時候我哋難免會有資金需求，例如家庭開支、生意周轉，甚至只係想獎勵下自己，好好娛樂下。借嘅金額可能唔係好多，但如果有多筆貸款或者卡數，每一筆嘅還款日都唔同，加上生活又忙碌，難免會唔記得還款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如果長期冇準時還款，嗰啲累積嘅過期利息可能會變成一個沉重嘅負擔，甚至會影響到我哋嘅生活質素。所以我哋需要透過自己嘅信貸健康報告，全面了解自己嘅財務狀況，先可以對症下藥，揾到最適合自己嘅解決方法。而中潤信貸整合針對唔同嘅財務狀況，為客戶度身訂造最合適嘅方案，幫助你輕鬆管理財務，令你生活更無憂。財務健康就由了解自己嘅信貸健康報告開始啦。忠告：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